售價係7億，裝修係1億。OK， 咁而家深圳呢間真誠教會咧，佢哋會起呢間教堂咧，成棟起啊，即係5000萬。你知道香港同深圳爭幾遠？咁就佢哋有另一樣嘢咧，我係好欣賞嘅，就係佢哋自己要籌2000萬，咁但係廣東省嘅教會就會合共捐1000萬俾佢哋，咁即係佢最尾都仲爭2000萬。咁我哋香港唔係噶嘛，我哋浸信會自己嘅教堂，其他浸信會係唔會理你噶嘛。播道會、恩福堂咁樣起教堂，播道會唔會理你噶嘛？你明我講嘛？即係同你隔離啲姊妹講一聲，我哋要彼此相愛。OK。另一間深圳教會喺福永就係喺寶安機場隔離嘅，咁嗰度咧就因為以前係宣教士死咗之後咧，即係第一批嚟到中國宣教嗰班宣教士死咗咧，就葬咗喺嗰度。因為咁嘅緣故咧，就有個墳場咁啊，政府咧就唔可以起第二啲嘢，就政府咧就催逼兩會咧要喺嗰度起教堂。咁2個零月前我去到嗰度就同一班做生意嘅弟兄食飯咧，佢哋就籌劃動土禮啊成啦，就嗰度起大概幾錢咧？嗰度係3000幾萬就會起好啊！咁即係香港係要淨係買都7億弟兄姊妹，所以同你講弟兄姊妹聲，香港真係好值錢嘅。OK， 咁跟住禮拜3晚咧，我哋會喺葵興會有一個因為青春日誌我裏邊係扮演一個角色叫做高立人啦，係個 coffee shop 嘅老闆。咁最後1小時我自己獨白1個半鐘頭啊，咁即係都請為我祈禱。咁就係改編咗高立人係信咗耶穌嘅，即係後尾信咗耶穌嘅。點解會信耶穌就會即係會講福音啦。咁都為我代禱。咁然後跟住星期3晚完咗，星期4一早我就飛去吉隆坡啦，因為吉隆坡我哋星期5晚就喺怡保有佈道會，咁而家2500張飛冇晒啦，已經啲人搶緊啦，咁我將榮耀歸俾上帝。咁因為喺吉隆坡已經9年冇舉辦過佈道會啦，轉眼9年啦已經係。咁跟住喺星期6晚喺怡保之後，我哋星期6晚喺怡保就吉隆坡就會有佈道會嚇。咁家燕正啱話俾我聽，佢同我行程啱倒轉，我喺怡保，佢喺吉隆坡，我喺吉隆坡，佢喺怡保。咁我話唔緊要，下次我同你一齊過去報道啦。咁樣我話好，咁家燕姐。咁我哋都請你為我代禱，同埋28號晚咧，我會負責喺深水埗浸信會同埋我哋敬拜隊都會過去幫手嘅，就係負責浸聯會嘅培靈會。咁希望弟兄姊妹，呢個好大突破啊！浸信會即係唔係請我講報道會，請我講培靈會，因為出邊好多人話阿林牧師唔識講聖經嘅。OK， 即係識講笑嘅啫咁啊。OK， 同你隔離嗰講，你真係講笑嘅啫。OK 我哋要完成一個不可能嘅任務咧，係一件唔簡單嘅事情。弟兄姊妹，今日呢個題目一講起，你會諗起一個人叫 Tom Cruise， 係咪 Mission Impossible？ 舊年嗰套電影咧就係上集，今年就會播下集。其實今年你睇下集咧都唔記得上集講啲咩㗎啦，已經係 OK。咁但係個傳聞咧就話 Tom Cruise喺套電影裏邊跑幾耐，票房就會升幾多。OK， 所以今次呢個下集咧，你睇 trailer 咧，阿 Tom Cruise 都跑得好緊要。嗱，佢係真人跑啊，冇替身啊，係一個 shot 過啊，60幾歲你要佩服佢嘅，呢個事實係佢個體力真係好驚人。但係我哋講緊嘅 Mission Impossible 唔係講緊 Tom Cruise， 我哋講緊嘅另一套嘅電影喺荷里活裏邊嘅叫做受難曲。喺每一年受難節嘅時候，我哋播咧，好多弟兄姊妹都唔敢睇，因為血肉模糊得太嚴重。2005年嘅時候咧，喺荷里活電影裏邊要製作一套冇商業元素，而且係基督教應該講嚴格嚟講係天主教嘅素材底下去拍攝嘅電影咧，真係談何容易。嗱，30年前咧，荷里活電影基督教嘅電影好多，好出名嘅十誡啊，好出名嘅賓虛啦。嗱，呢度五堂咧後生嘅人多，你唔係好知咩叫賓虛咁嘅場面。如果我哋而家今日我哋去到啟德嗰個體育園即係主場嗰度5萬人咧，我哋會話：哇！真係賓虛咁嘅場面啊！後生聽唔明嘅，因為賓虛嗰套電影咧係嗰個賽馬嗰段咧
喺嗰啲觀眾全部係真人嚟㗎，唔係 AI key 入去㗎，所以好震撼啊！我哋成日講話哇賓虛咁嘅場面啊，咁而家唔明㗎啦嚇，即係你哋係唔知咩嘅場面㗎啦，已經係因為 AI 咁嘅場面。OK，而米路吉遜咧能夠喺拍呢一套嘅受難曲咧，係相當之唔簡單，用咗6億美元去拍攝。而拍攝嘅過程裏邊就揀咗呢個嘅人士做咗男主角啦嚇，即係卡維素咯，中文譯做咁啊佢一定要用咗好長時間學耶穌時代嘅語言，佢係講翻耶穌時代語言，佢唔係講英文喎嚇。然後佢就拍攝嗰陣時係佢200磅重減肥減到168磅，佢要孭住嗰個十字架係150幾磅。天主教傳統就考究咧，就係耶穌孭嗰個係300磅，重一倍。一個168磅嘅人孭150磅嘅十字架，孭到佢已經係肺積水、不斷嘔吐，甚至要做心臟手術。想像下弟兄姊妹，想像下耶穌受嘅苦係何等嘅嚴重，所以耶穌係整嘢被煎熬之後就孭十字架，後來佢真係頂唔順啦，成個人趴咗喺地下之後，羅馬兵丁咪逼第二個幫佢去孭十字架啦。我嗰個體力係相當之耗盡。嗱，我睇受難曲嘅時候，我都忘記咗呢套係一個電影。電影同真實相差係咩咧？咁呢個主角就講咗出嚟。嗱，耶穌釘十字架，釘落去十字架度，成個十字架唔升起一次嘅啫，係咪啊？拍電影唔係啊嘛，拍電影釘落去，升起，拍下，夠鐘放飯啦，放飯啦，食飯啦，因為掛住喺度啊，唔可能噶嘛，所以又放翻落嚟，好去食飯。如果每一次一戳上嘅時候，佢成個人脫臼，落翻嚟嘅時候，整翻去食飯，食完飯又上又脫臼，佢痛不欲生。喺個痛不欲生嘅過程裏邊咧，嗰啲嘅成隊酷製作隊就話同阿米路吉遜講：喂，唔掂啊！導演再咁樣落去咧，呢個男主角會死啊！咁但係米路吉遜係個咩人咧？佢唔係人嚟嘅嚇，即係呢個男主角好清楚米路吉遜嘅人為人咧，就係佢冒險精神好強啊！米路吉遜問：喂，得唔得啊？咁啊，佢話得，放心嘅喎。佢原來個男主角預咗咧拍呢一段會死嘅，佢死就死吧。如果死咗，我上天堂。但係呢套電影可以將福音傳揚出去。喂，各位，冇人做演員諗過會死嘅，你想清楚？呢個男主角嗰種嘅投入，佢話但係耶穌受嘅苦難同我而家相比係微不足道。喺整套電影嘅拍攝完咗之後，佢就有一個好大嘅反省。佢話：我哋美國人成日講我哋有選擇嘅自由，但係我哋係不斷選擇我哋喜歡嘅嘢。我用咗我嘅自由去選擇去做我哋喜歡嘅嘢，但係我哋確實需要嘅係用呢種自由去選擇我哋應該做嘅嘢。同你隔離弟兄講聲，你選擇應該做嘅嘢。今年20年後，米路吉遜再拍呢一套受難曲嘅下集，係講耶穌嘅復活。你問我期待呢套電影多過 Mission Impossible 嘅下集。我哋希望能夠呢個傳揚耶穌復活嘅信息，透過呢套電影帶給全世界。我個時序會有少少倒轉嚇，因為應該係我一陣間會講摩西應該喺大衛之前，但係按照我嘅講章嘅 flow 咧，我必須要講咗大衛先。大衛要完成一個不可能嘅任務，眾人要面對一個叫哥利亞嘅人喺度叫囂，喺度吶喊。哥利亞係一個咩人咧？巨人嚟喎，佢幾高咧？2至3米高。嗱，點解會係2至3米咧？2至3米即係6尺至9尺啦。一個人點解咁大彈性嘅咧？因為有解經家咧係唔相信有人會有3米高嘅，所以佢喺度兜亂一輪就話：佢其實得2米高嘅啫。相信有3米高嘅解經家就認為咧，係舊約裏邊有講到咧，有一批叫巨人啊，哥利亞可能就係呢批巨人嘅後裔嚟嘅。然後佢着嗰套盔甲係57公斤，佢淨係攞嗰支槍同埋嗰個嘅盾牌咧，嗰支槍咧就係已經係7公斤。
各位呢一套係一個周星馳電影嚟㗎，你哋想清楚啦。當大衛走出嚟面對哥利亞係周星馳電影嚟㗎。大衛有冇着盔甲？冇，因為掃羅王俾盔甲佢着，掃羅王高人一等，大衛唔係好高嘅啫，咁又唔啱着，唔啱着佢唔着啦，咁啊出嚟呢個僆仔攞住咩武器咧？就係攞支對住個巨人哥利亞，又矮過佢，又冇裝備，得佢喺度點不知呢個哥利亞喺度鬧緊佢嘅時候，羞辱緊嘅時候，大衛講咩？佢話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因為戰爭全在乎耶和華，他必將你交在我們手裏。同你隔離睇住我聲，我哋得勝在乎耶和華。估唔到佢就係佢攞住3粒石仔，預備3粒石仔，佢第一粒石仔砰就即刻中正呢個巨人哥利亞嘅要害，巨人就倒落嚟啦。嗱，呢一個嘅聖經故事，呢一段嘅歷史近代嚟講最貼切嘅比喻，莫過於 DeepSeek 嘅出現啦。DeepSeek 一出現就原來用咗557萬美元就完成咗整個嘅 model， 整個模型嘅訓練，成本只不過係 OpenAI 嘅 ChatGPT 4嘅5%。嗱，喺呢件事 AI 嘅戰役當中咧，弟兄姊妹你就睇清楚美國人點做嘢，唔係今次噶啦，美國人係不嬲都咁做嘢。哦，你哋梗係瞞住我哋攞咗我哋最勁嘅芯片。哦，你梗係偷偷地偷咗我哋 ChatGPT 嘅 database， 你仲記唔記得？講咗2日之後，冇人再講啦。點解？因為事實冇證據證明呢2樣嘅指控，不得不承認 DeepSeek 就係用你5% 嘅成本打低咗你。喺呢一段期間，我哋先知道原來 OpenAI 係唔 open 嘅，冇搞嘢。DeepSeek 先係 open 嘅。我哋無法想像喺 AI 嘅世界裏邊，一定係芯片行先嘅，速度行先。點會你用咁簡單嘅芯片可以做成一個嘅 AI 強勁過我哋咧？而家 DeepSeek 嘅出現就係反轉整個 AI 嘅世界。今日我哋嘅生命裏邊咧，我哋只係睇到自己有限嘅資源同埋能力去計劃同做事。我哋所完成嘅事係永遠唔會超越我哋嘅有限。我哋生命好多巨人哥利亞嘅弟兄姊妹，相當之多，真實嘅又有，但係多半都係虛假嘅。你睇下我哋俾人恐嚇到幾恐怖。我哋做一個實驗啊，弟兄姊妹，我哋做個實驗好嘛 ？OK， 你而家同你隔離嘅弟兄姊妹講，我就嚟用晒我啲儲蓄啦。你同你隔離嗰個講，你估隔離嗰人點諗咧？我掉你出街晒命啦你！你就係用晒啲儲蓄，我一早用晒啦我啲儲蓄，你明唔明啊？你睇我哋香港俾人嚇到，喂！我啲儲備就嚟用晒啦！你食先啦！我唔係啊，飲嚟㗎。你不如問下其他國家同城市有邊個國家仲有儲備嘅咧？你不如問下好冇？我哋驚用晒，人哋一早用晒啦。美國馬斯克講咩啊？我哋再政府唔瘦身，我哋面臨破產啊！你明唔明啊？堂堂大美國而家係破產邊緣啊！我哋仲喺度嗌緊死咯！我哋就嚟用晒我啲儲備啦！你明啊嘛？我哋俾人嚇，係嘛？哇！你唔好翻去大灣區食嘢啊！有地溝油㗎！老友，你真係好耐冇翻去啦！你繼續喺英國食油溝地好啦，好冇？你明唔明啊？嚇！即係恐嚇，係咁恐嚇嚇！哇！香港死啦，樓價又冧，股票又冧咁樣係嘛？係我哋又未死喎，係咪啊？啱唔啱啊？各位，呢啲巨人哥利亞係一個虛假嘅哥利亞，唔係真實嘅哥利亞嚟，見唔見到？但我哋又晚晚都好擔憂，瞓唔着啊！死咯！我啲儲備就嚟用晒啦，係咁鬧阿財爺。所以如果我係財爺，我出嚟講，我哋仲有儲備啊，未用晒啊，做咩事啫？係咪啊？佢又唔敢講喎，唔敢咁講喎，都唔夠底氣咯，呢個人係咪啊？想清楚，喂，你公司仲有儲備，你仲驚咩咧？
啱唔啱啊？你公司而家負債就驚啫，但呢啲搞到香港人咁驚，真係好陰功啊！基本上係嚇，所以你要見到香港人而家開心嘅地方係咩？就係翻大灣區咯。你聽唔到新聞就好咯嚇，一撳唔到即係香港電視嘅，好咯，冇新聞真係好咯。大陸電視我又唔睇，幾好啊！OK，我哋知道我哋要靠着耶和華得勝。摩西係咩人呢？摩西頭40年係埃及嘅王子，受盡埃及嘅訓練，跟住因為殺咗人逃亡咗去米甸曠野40年。有解經家係唔接受摩西逃亡去米甸40年嘅，所以上 Netflix 嗰裏邊睇摩西嗰套電影呢，嗰個導演認為摩西走咗幾年嘅啫喺米甸，或者係10零年嘅啫就翻嚟㗎啦。嗱，我哋仍然接受佢40年喺米甸先，80歲。好啲有幾多人已經退咗休嘅舉手？舉定啲。隔離嗰啲弟兄姊妹同佢講，你就幸福啦。退咗休人諗咩？退咗休嘅人啊，摩西退咗休40年啦，你知唔知啊？冇乜嘢做嘅咋佢。退咗休人諗咩咧？香港嘅退咗休人士就係去邊度旅行咯。去邊度旅行咯？人生未完成嘅就個地球以邊忽未去咯，係咪？去完日本再去日本咯嚇，喂有病毒啊，病毒唔驚，有毒氣都唔驚啦，戴防毒面罩嘅啫嘛，你明唔明啊 ？OK， 日本係咁，我哋對日本嘅寬容好大嘅。我冇話旅行係錯啊，我冇話退休享受退休生活係錯啊，弟兄姊妹，難道你嘅人生淨係有個冚住？邊個急 call 你咧？個仔急 call 你，阿爸，我突然間要出差啊，你過嚟幫我睇孫啊！你個女 call 你，阿媽。我有急事啊！你過嚟幫我，係最興就係叫你做咩咧？你過嚟幫我睇住隻貓，睇住隻狗啊 ！OK， 係咪啊？想清楚弟兄姊妹，退咗休嘅弟兄姊妹，如果今晚上帝同你講，你去埃及 ，Let my people go， 你會點講？上帝，我退休啦，你冇問我啊即係我而家放下羊，餵下草就算㗎啦。即係羊死咗先有羊扒食㗎咋，係咪？平時差唔多食草㗎啦，同啲羊一齊。退休弟兄姊妹，退咗休唔係唔做嘢，上帝仍然可以呼召你成就不可能的任務，係咪？我哋見到摩西嘅回答係咩？摩西回答：我係咩啊？咪 nobody。嗱，摩西唔係藉口嚟㗎，你唔好以為摩西一開口就藉口，唔係佢真係呢40年佢我係邊個啫？你叫我見法老，我係邊個？神嘅答案又好幽默喎！神嘅答案話：我與你同在。弟兄姊妹，你同隔離嗰個講神與你同在，咩答案嚟嘅呢個？你明唔明啊？你與我同在嗱，摩西心裏邊諗：你係乜水啊？你與我同在，所以問上帝你叫乜名咯？係咪啊？你係乜水啊？你而家叫我去見全世界最偉大嗰個叫法老，喺權力上最大嘅係法老，喺靈界勢力最大都係法老。我去見佢，同佢講 Let my people go， 開玩笑。新約嘅保羅，佢被人誣告，佢就喺法庭上邊咁樣講。我又做咗唔啱嘅嘢，犯咗咩嘅該死嘅罪，就係死我也不辭。但係佢哋告我嘅若果係唔係事實，就冇人能夠將我交俾佢哋。我要向凱撒上訴嗱。保羅寫哥林多前書嘅時候就話：喺教內嘅弟兄姊妹，如果有咩爭拗咧，盡量唔好去做訴狀，OK，自己內部搞掂就得㗎啦。嗱，佢點解呢頭叫信徒唔好咁做，佢自己去上訴咧？有原因嘅。菲斯都。呢個嘅人佢就話啦，佢話：既然你要向凱撒上訴，你就到凱撒那裏去。咩意思啊？就要去羅馬。保羅點解要去羅馬？點解要上訴？
我哋再睇落去，追看落去，你就知個結果發生咩事。佢因此佢見到呢個亞基帕王，呢個分封王，就同佢講：我冇違背從那天上而嚟嘅異象，我先在大馬士革，後在耶路撒冷為猶太全地以及外邦勸勉他們應當悔改歸向神，行事與悔改嘅心相稱。為這緣故，猶太人在聖殿裏拿住我，想要殺我，然而我蒙神嘅幫助，直到今日還站立得穩，向尊貴嘅同卑微嘅作見證。我所講嘅並不外乎眾先知和摩西所說將來必成就嘅事，就係基督必受害，然後要從死人裏邊復活，把亮光傳給猶太人同外邦人。呢一番嘅總結係保羅喺大馬色路上遇到復活主之後，神忍咗3年思考嘅結果嚟。我點樣去解釋？我呢位復活嘅主就係舊約嘅彌賽亞，佢想通咗。喺呢個分封王嘅面前講呢番説話之後，分封王就同佢講：係保羅，停！你以為你講少少嘢，同我講下就可以勸我成為基督徒啊？保羅就話啦：無論少勸或者多勸，我向神所求嘅不但是你一個人，就是今日我所有聽到我話嘅人都好似我一樣，只是唔好似我咁樣帶住枷鎖。保羅要講出佢嗰個不可能嘅任務，就係要帶領羅馬嘅所有嘅人，包括皇帝同高官信耶穌，所以佢上訴，見到嗎？佢上訴嘅原因唔係喺法律嘅爭拗，而係要揾呢個機會喺分封王嘅面前，甚至凱撒嘅面前，要講出耶穌基督就係嗰位復活嘅主。呢幾年好多人都問我：牧師，你如果有機會見到各不同國家嘅元首，你會做啲咩？我話我好簡單嘅喎。你俾3分鐘我，咪講3分鐘福音咯；你俾5分鐘我，講5分鐘福音；你俾10分鐘我，講10分鐘福音；你俾3個鐘我，講3個鐘福音。我唔會同佢講政治嘅喎，唔關我事喎。或者咁講，就係關我事係次要嘅事喎，係在我首要嘅事係要傳福音俾佢啦。無論佢係邊個，弟兄姊妹，保羅要成就嘅喺《使徒行傳》13章嗱，我講到好少引用咁多經文，今日要引用咁多經文有原因，陣間我話俾你聽。我要列舉呢個清單俾你睇。喺《使徒行傳》13章43、48節，散會之後有好多猶太人同埋敬虔嘅歸依猶太教嘅人都跟從咗保羅同埋巴拿巴。外邦人聽見啲寫出話好歡喜，讚美主嗰度，凡被指定得永生嘅人都信咗主，即係話猶太人同埋猶太教徒同埋外邦人都因着保羅所傳嘅而信咗耶穌。跟住14章1節，所以有好多猶太人同希臘人都信咗啦。14章21節，保羅同巴拿巴喺向那城裏邊人傳咗福音，使到好多人成為門徒，又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亞，嗱，全部無名無姓嘅呢集，直至到16章開始有名。有一個賣紫色布嘅婦人名叫呂底亞，賣紫色布即係話佢賣緊好名貴嘅貨品。即係如果現代話嚟講咧，保羅而家遇到一個咧就係 Hermes 嘅創辦人。見到啊，明我有名有姓啊！呢個人係社會嘅好重要嘅商業女強人，佢帶咗佢信主，幫佢施浸，去到屋企帶埋佢識嘅人施浸，跟住保羅被拉坐監，喺監獄嘅裏邊，當夜就在那裏。獄警把他們帶出來，洗他們的傷，他和他所有嘅家人立刻都受咗浸，即係話監獄處處長都信主。常常聽到聖靈同佢哋講説話，帶領佢哋嘅前路，咁樣同佢哋講説話。咁啊，過去我唔認識你啊，主耶穌，同你講嘅。講完啦？係啊。當你開聲去講嘅時候咧，你哋會經歷眼睛未曾見，人生未曾想。